歡迎嚟到 Ready Boom Boom 照鏡，我係鏡仔。去泰國玩，其中一個唔可以錯過嘅地方，絕對係夜店。泰國夜場吸屏風氣盛行，今集我哋去到芭提雅探訪各大夜店，睇睇各式各樣嘅夜店文化，同各位益最新夢死。芭提雅嘅夜店數量多如繁星，但其中一啲夜店同一般意義上嘅夜店係有分別嘅，因為去嗰度玩嘅泰妹唔係純粹飲酒作樂，而係借夜店作個人用途。夜店亦都同佢哋有默契，默許夜店變成呢一個路線，增加店鋪人氣，於是就形成咗一個獨特嘅生態圈。隨之而嚟嘅益友亦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好多外向嘅益友非常中意呢種玩法，因為喺夜店搭訕多咗一份狩獵感，同時商業行為亦確保結果順利，免身之節。成個過程飲酒跳舞，親密嘅互動令大家嘅關係更容易升華去另一層次。有時大家玩嗨咗，更加可能演變成真摯愛情。益友們如果想討論得咁深入，記得加入我哋嘅 Telegram 電報群組，亦可以追蹤我哋嘅 Twitter 同網頁。但呢種夜店搭訕嘅玩法比較進階，亦最好係組隊前往。同其他娛樂場所簡單直接唔同，搭訕你要有一定程度嘅主動，唔可以佛系等待，溝通互動亦要有一定嘅手腕，氣氛先至會好，更容易進入節奏。所以如果你係一個唔中意夜場文化或者比較內斂嘅人，過程中就會比較吃力，甚至可能會發生 one night stand 自己企一晚嘅情況。同所有夜店一樣，入場嘅黃金時間係晚上10點幾，除非你想坐 VIP 台，否則係唔一定要訂台嘅。但亦都唔好太遲到，以免連企嘅位都冇。通常你真係留喺店入邊，最低限度都要買一支啤酒。但每間夜店嘅做法唔一樣，好難一概而論。如果有4個人開大酒就會比較划算。揾到位之後唔使急住出擊，巡視場所，有心儀嘅對象可以先同佢敬酒，邀請佢到自己台飲，或者直接喺佢嗰度飲都可以。如果泰妹 OK 你，通常都唔會太吝嗇酒精，但亦都唔好有錢就任性，拒絕醜陋嘅外表。雖然唔常見，但係人之常情。至於後續互動係點，就好睇個人做法啦。一般嚟講，喺玩一段時間之後，佢就會主動同你確認關係。你真係 OK 嘅，大家就可以一齊玩落去。但如果你覺得氣氛或者銀包感覺唔好，直接遠距離開就得噶啦。以上只係典型流程，但實際操作經常會發生情況，其中最大嘅問題莫過於點樣喺佢身上吐出心底話。要記住，如果女生完全冇來由咁樣熱情接觸你，請你先收起你嘅自信。你生得靚仔通常都唔係原因。有時你見到一群人雙目無神，毫不投入，亦都可以肯定佢心裏邊有其他想法。另外，感覺到真誠冇物質嘅愛情要嚟啦，就唔好太多顧忌同埋猜疑。雖然你未必肯定，但呢種不確定性亦係過程嘅一部分。但如果你唔中意呢種感覺，或者到最後冇開花結果，打開天窗說亮話亦都唔係話唔得，但你可能就會失去咗一個光宗耀祖嘅機會啦。呢類夜店又以荷里活最聲名遠播，呢間係華人同埋韓國人嘅愛店，大量嘅泰妹都中意去嗰邊消閒，而外表亦最合乎東方標準，而且商業味十足，充滿銅臭。所以你唔需要擔心結果，只需要擔心銀包。入場之後最少要買啤酒，收費大約係500銖，所以人多嘅話建議直接開大酒，大概係2500銖。而 VIP 卡座最低消費係3萬銖，喺泰國嚟講開價算進取。而荷里活最近除咗泰妹，亦開始有老窩妹，不過一般我哋就分辨唔到噶啦。至於另一間熱門店係位於 Walking Street 嘅 Panda， 呢間鋪頭面積較細，氣派冇荷里活咁勁，但個人覺得氣氛更佳。雖然係商業活動，但銅臭味冇咁重，有時甚至會有外國遊客過嚟玩。附近娛樂場所嘅工作人員收工之後都會過嚟，所以比較喜歡玩感情征服嘅益友。Panda 係冇入場費嘅，純粹入場睇下都可以。而啤酒大概係250匹一支。同樣位於 Walking Street 嘅 NYST， 呢間 club 係針對西方客，喺入邊玩嘅女生都係偏向西方審美，但佢哋一般會玩得更加放同埋狂野，敢愛敢恨。如果你單純追求氣氛，可能會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最後多人組隊去作戰，建議事先統一行為標準，唔好單獨行動談判，造成朋友不必要困擾，亦都唔好往死裏飲。如果唔係之後變睡眠大會，亦都冇意思。好，今日到此為止。想睇更加多嘅資訊，歡迎瀏覽我哋嘅網頁。拜拜。